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兩個來自人類歷史發展入面最深刻嘅啟發。呢兩件事直接決定咗點解有啲人越忙越窮，而有啲人卻可以調動全世界嘅資源。我們先講第一點，要小心掉進農業革命嘅奢侈陷阱。好多人讀歷史嘅時候都以為人類由打獵、採集進步到種田、定居係一件大好事。覺得有屋住、有糧倉，生活一定穩定咗、舒服咗。但哈拉瑞喺人類大歷史入面提出咗一個好震撼嘅觀點：農業革命其實係歷史上最大嘅騙局。點解咁講？想象下，以前嘅採集者每日只需要食幾個鐘，剩低嘅時間就係玩、社交同埋休息。佢哋唔使擔心聽日有冇嘢食，因為大自然就係佢哋嘅超市。但自從人類開始種小麥，一切都變晒。人類以為種田可以帶來更穩定嘅食物，結果呢？為咗照顧呢啲嬌貴嘅植物，人類開始被土地綁死。你要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要除草，要挑水，要擔心蟲害同天氣。最諷刺嘅係，因為人口增加，糧食雖然多咗，但每個人分到嘅反而少咗。而且工作量增加咗幾倍，人類嘅脊椎、膝頭都係因為長期彎腰耕作而受傷。呢個故事其實每日都喺我哋現代生活入面重演。